相信大家或多或少對美漫入邊一班超級英雄有所了解，今期節目就等崔教授出嚟同大家一齊研究一下成為超級英雄有咩要訣，同埋超級英雄除咗拯救世界之外仲可以做啲乜嘢。大家好，咁首先我喺度同大家分析一下英雄嘅普遍性。作為一個超級英雄嘅必要條件，並唔係要有異於常人嘅超能力，或者係要有件標誌性嘅裝備，而係首先要有一份穩定嘅工作。就好似鋼鐵俠同蝙蝠俠係專職嘅太子爺，綠巨人係科學家，超人同蜘蛛俠做緊記者，而美國隊長黑寡婦同鷹眼都係公務員。就算實在揾唔到好工，學星爵咁做個水貨客都可以㗎。不過最近就最好少去香港啦。由此可見，做英雄一般都只係兼職，揾到嘢做令自己有餐飽飯食先係做超級英雄嘅首要條件啊！所以各位想成為英雄嘅朋友，麻煩先去揾份好工啦。即使係咁，成為英雄嘅原因都係多種多樣㗎。不過我哋唔好輕易去模仿，因為人哋打針我哋打針，人哋打針就變成咁，我哋打針就變成咁。人哋俾蜘蛛咬，我哋俾蜘蛛咬，人哋變成咁，我哋就變成咁。人哋係富二代，我哋又係富二代，人哋係咁，我哋就變成咁。人哋就係義海豪情啊，我哋就日久生情。真係做乜事都要睇國情啊！而每個超級英雄都有一招絕技，比如話 X 教授嘅讀心術，超人嘅底褲外着，蜘蛛俠嘅六九式等等，為大家提供參考，睇下大家睇完之後可唔可以練出屬於自己嘅特技啦。但係要想成為超級英雄，仲要注意避忌以下呢啲事情啊，例如精神失常、工作唔俾人重視、死老豆、整容失敗，甚至係失眠。以上嘅呢幾件事，分分鐘都會令你變成反派噶。而呢班超級英雄裏邊最冇能力嘅就應該係鷹眼啦，淨係識射幾支箭，仲要俾敵人催眠之後打翻隊友。雞眼都仲話會痛啦，但係鷹眼真係冇乜用啦。不過英雄都會有做厭嘅時候，咁當呢班超級英雄退休咗之後，仲可以做啲咩嘢呢？而家舉幾個例子俾大家參考下。閃電俠同快銀最適合送快遞，雷神做供電局，雷射眼就應該去做導演，一拍就拍個700年嗰種啊。金剛狼有治癒能力就一定係果粉啦，因為每當蘋果出產品嘅時候，又可以切翻個神嚟換啊嘛。除咗以上呢啲職業，鑒於當代通訊業咁發達，其實班英雄仲可以組隊代言手機噶。比如雷神代言錘子手機，佢細佬洛基就代言諾基亞，而火人就建議代言小米啊，因為佢哋都係為發燒而生噶。最後銀河護衛隊就一定要代言三星啦，因為佢哋係 Guardians of the Galaxy 啊嘛。放眼國內，貌似一個英雄都冇啊，但係我哋唔使灰心，因為中國冇雷神，但係有雷鋒；冇美國隊長，但係有少先隊長；冇蜘蛛俠，但係有豬豬俠；冇英雄，但係有班狗熊；冇大白，但係我哋有韓紅；雖然我哋冇火人，但係我哋有中國合夥人；雖然冇神盾局，但係我哋有廣電局。不過神盾局會追殺，廣電局就淨係識得封殺啦。最後同大家講下，一部超級英雄電影佢嘅套路一定會係咁樣噶：反派自述童年陰影，實施陰謀亂鬼咁整，英雄無奈陷入困境，當街當巷俾人狂丙，圍觀群眾冇人報警，多得朋友及時警醒，落魄英雄自我反省，唔俾敵人隨便得逞，故事無憾非常完整。彩蛋向觀眾提個醒，超級英雄系列電影明年又有續集上映，我頂。上期嘅 IQ 題係有邊兩種水果全世界都有？答案就係桃同梨，因為桃李滿天下啊嘛。今期嘅 IQ 題係點解做跨國貿易嘅人咁乞人憎呢？知道答案嘅你，將答案發送俾最耀 B 微信公眾號 TopYB Studio， 答啱將會有機會獲得我哋送出嘅精美禮品一份。正確答案同獲獎名單將會喺下期節目公布。好啦，今期嘅節目就到呢度。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最耀 B 嘅精彩內容，請訪問我哋嘅56主頁或者關注我哋嘅微信公眾號。我哋下期再見。